正，地都即刻維港，好過溪記，好過麥當勞同 KFC。小鮮少咗捧糖興記雲，我冇攞嗰個蜂糖醬。不過咧，維港望笑啊！有朋友話我唔支持路德圍嘢食，而家即刻食俾你睇。做粒 B 啊！香港荃灣力新廣場地下做粒 B 去到就講。好，睇真個咩料先？呢度咧有個激炸嘅，而家美食嗰12蚊，而家35蚊，雞飯1蚊以前啦。咁我應該就叫炸雞同埋飯同埋沙翼芝士。好，咁坐低咗㗎啦，咁叫咗㗎啦，叫咗一個經典嘅炸雞餐，52蚊兩隻雞。跟住咧就係一個下午茶餐，而下午茶餐係隱藏嗰一次啊！下午茶餐咧咩都冇㗎嚟到咧先掃完曲咧，之後先有喎。所以咧第一樣嘢先介紹啦，我就叫做呢個52蚊，呢個最出名㗎啦先。加埋兩件雞再加薯條，跟住咧都係填喺度啲雞啦。有辣有唔辣揀嘅，咁另外漢堡包啦，咁我覺得Jollibee係好食過 KFC 都好食過麥當勞嘅，大家可以試下。有意粉啦同埋意粉咧最平要29蚊一個啦，呢個29蚊有兩份嘅，咁你當下午茶食非常之好。跟住咧亦都可以將嗰個薯條咧轉做炸雞芝士薯條加25蚊超貴，咁但係咧可能好食好多，唔知啊。咁你就係自信咧口面小食。跟住飲品，咁呢間嘢咧係冇美祿咖啡嘅，咁律師以為有美祿咖啡，咁冇嘅。咁你講啦，隱藏 menu 下午茶非常之抵嘅，20蚊都有。我老婆叫咗 pancake 公民24蚊加咖啡4蚊，超級抵。同埋呢個 menu 超級長，碌成粒鐘咯。嗱，你睇呢度啊，睇埋呢邊下午茶餐，跟住咧呢啲唔係下午茶，貴啲。得冇粒一次碌晒俾大家望望。你哋碌完之後咧，大概就有咩好食？哇！鬼重唔知咩事。大概咧，啲嘢食多到咧，碌啦。今日大致上咧，最緊要咧就係碌呢個下午茶餐。下午茶餐咧有冇雞嘅咧？有冇啊？好似冇雞喎，有個雞飯，有兩個雞飯，冇雞啊！乖雞要食貴啲嘅餐，嚟到嘢食咗到。超級靚呢個位，超型嗱！成日話本睇路德圍睇住你食，睇住你幫襯，想點？蜜糖係喎，出嚟同我諗，今日咩激到咗㗎啦？個炸雞都到咗啦，薯條都到咗啦，而咖啡到咗啦，可以多奶喎。大家點咧 ？Special service， 跟住咧分達，咁成個早餐咧濕係咪最好食嘅炸雞好細個，啲平咧有 pancake 粉先有得食，我話頭先話可能冇 pancake 粉，咁嚟到再講啦。咁我而家去攞少先試咗捧糖興記雲，原來我冇攞嗰個蜂糖醬，不過咧。我唔食咁多蜂糖醬，我咧肥得滯，但係咧佢齋食都好正。第一好食麥當勞，食完之後咧係舒服嘅。另外啦，薯條好食過麥當勞同 KFC， 好大，極之新鮮咁力味啦。總之食落去脆啲咯，係脆炸啲，要即刻食。咁原碟茄汁、雞尾線試咗講。好，嚟到試最精華嘅雞髀啦嚇，呢度就係精華，好正嗰度最。簡直吉寶啲聲啊，大家睇下。AMSR 哇，好型！大家係咪想睇個樣？我就俾你睇個樣，出樣好正，食多嚿先。哇！正，佢超值我靠70蚊啫喎！頭先我叫錯咗，我都話叫 pancake 夾蛋喎，叫錯咗，下次再嚟。得塊豆麵粉，好正。
地都切近維港，好過雞記，好過麥當勞 KFC， 就係咁，真係啲人差唔多係滿分嘅炸雞。個人生大交叉選擇啊，唔辣咧就冇講食，辣咧就辣得滯，我梗係啲過辣嘅情況出現。overheat 啊，你抵食唔錯，啱踩一輪。好，評分階段啦，服務啊俾9分嘅，因為頭先嗰個阿哥啊，外籍人士嚟嘅，咁就非常之好人啊！我叫佢加奶咧，加俾我。咁雖然個咖啡慢慢啲好飲，但係咧有啲偏澀偏苦啊。9分嘅，跟住啦環境有啲不潔，咁但係咧我哋呢張台叫做大張㗎啦，咁啊大概係7分啦，呢度細間嗰度，因為跟住另外就係嗰個味道非常之好啊，味道俾9分嘅你睇落，呢個炸雞好脆又肉，肉咧又嫩質又多汁，跟住個薯條好食過麥當勞 KFC， 跟住個蘑菇汁好正，跟住呢個 pancake 又唔使落醬都唔食。咁啊，分達唔使講啦。咁啊，最尾啦，就係個價錢咧，下午茶70幾蚊2個人，咁啊差唔多噶啦。咁啊8分。咁啊 overall 嚟講咧，頭先係9分，跟住總之大概8分到啦呢餐，咁啊非常之滿足。咁啊，條片再見，冇得圍，拜拜。咁啊，介紹俾你身邊嘅朋友仔睇下，究竟多啲表好唔好食？下條片見，拜拜。